幾大咯，好實啊啲嘢。年蝦都係愛你形狀，但係試之前，哈哈，好好飲啊！高啊，係高啊！我發現咧，大家都用粗鹽嘅係原因咧，因為幼嘅鹽咧，佢嗰個鹹味就比較重。自己第一次喺屋企整呢個茄蝦膏鹽，如果喺嗰度食咧48000，但係咧我而家咧買翻嚟食咧係25000咯。有冇見到我而家換咗第二套衫？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太飽，我食唔晒啲蝦。我而家咧就要嚟炸蝦頭，因為我係上網咧揾咗咧，佢超級簡單咯，淨係落牛油啦，跟住咧落嗰啲蝦頭落煎。等陣先，好似咧我有個鍋又太細啦，好慘啊！你完全冇位置。好香啊！跟住我要嚟飲嘅酒咧係 whisky。以前咧都係用嗰啲細冰咧，但係細冰好快會溶噶，所以特登咧買咗一個係咁樣圓形嘅，放落我呢一個酒杯度咧，係剛剛好。我可能冇聞到啦，飲少少，俾大家睇下。我覺得唯一嘅敗筆咧，就係我用咗幼鹽，因為佢好鹹，即係下酒菜咁樣食都 OK 嘅。但係佢好鹹啊，但係佢味好食嘅。爭咁啲葱就完美啦。所以要配飯，因為佢蝦實在係好鹹。